总统赖清德在时是到基隆威海营区，摇头摆起哩即台合作航南失守的血港军舰。联合国防部在时摇头摆发布，中国火箭军部队伫咧蒙古试射几落摆火箭，咱的国防部、航空部也加强警戒准备。台海情势紧张，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顾立勇、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、海军司令董华陪同的13师到过人威海营区头一摆登上军舰，特别有意义，因为中共航艦3东号入来到西太平洋，配合中军机舰进行联合训练，互印太地区局势紧张升悬。赖总统日即时登上有航艦失守之称的血港军舰，外界解读，赖总统向民众展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。血港军舰是国南国族的骄傲，就已经成军来服役。有稳重行政功能加区域防空火力，连续海军131舰队机动性强，应反制中共军舰。海军131舰队负责东北海域、海峡还有南部的侦巡工作，以及外离岛的运补护航任务，可以说是国军不对称战力的重要支柱。赖总统强调，归人军港升级按议程来进行，应达成国防归人港甲归人三赢目标，也勉励官兵保家卫国。不过，中共也是一直侵略台湾，国防部发布查到30架次的中共军机加7架次中共军舰，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其中20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，进入西南加东南空域，最近离越南偏大约46海里。另外，中共13透早伫蒙古进行试射。国军头一摆对这个火箭军的演习发布动态，航空部队也加强戒备，引发关心加注意。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火箭军部队在蒙古地区进行多波次试射行动。国军强化空中出战，向美国采买66架 F-16V， 其实面临交回团员，今年第4季才交机2架的原型机。国防部讲，因为飞机甲选用装备中间的软体整合甲开发有问题，就已经得到解决，产线运作也正常，有希望伫最终年度进前，也就是2026年来完成交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